糟了，老大，我们好像被盯上了！别叫，加速，快！你干什么呢？这孙子不会犯病了吧？带走！走！走。迟墨这次又玩什么呀？捆绑啊！一天天穿成这样，费尽心思啊，小妞儿，你终于落到我的手里了。说吧，当年那场车祸，你到底看没看见那个公文包？爸，原来关键是那个包。那个公文包是爸爸平时形影不离的，莫非那个包里装了什么秘密，才引起那场车祸？老大，嘴还堵着呢。说，到底看没看见那公文包？嗯？喂，你们几个，快点把它放了。什么？臭小子！怎么样？我说过我会保护你的。什么？不怕啊！没事吧？没事，快走！啊，你怎么了，曲梦？走。醒醒！人呢？不知道，大哥。到手的肥肉不能就这么没了。
分头追，走。你没事吧？脚崴了，我看看。真倒霉！如果是韩毅，还能让他背我一下。这个迟大爷嘛，算了，他们还在后面追，我们赶快走吧。哎，我们之间有约法30条的。你还好吗？没事吧？喂，郝宗明，你要干什么？左转，再右转，岔路口。没有岔路口啊。哎，你这个导航不行，要用指南针。哎，这指南针为什么一直在闪啊？哎，这怎么用啊？是不是要放平啊？那我只能放地上了。这怎么还在动啊？这怎么用啊？那边是南。哪边？切！我读书少，你别逗我。看见没有？那个是北斗七星，那边是北。分辨方向是要看斗柄的，斗柄朝南，天下皆下。现在这里是盛夏。哎，那颗叫什么？玉衡。哎，那颗呢？瑶光之星。瑶光之星，好美的名字啊！我觉得你懂得很多嘛，你喜欢天文啊？喂，郝宗明，你最好离我远一点。你别忘了，我们有约法30条。你以为我想离你近啊？你这个人怎么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？迟墨，你是不是有神经病啊？好饿，我真的从来都没有这么饿过。现在就是给我一头牛，我都可以整个全部吃掉。喂，池大爷，你又生气啦？这路上都生气多少次了？哎，有的吃的，有的吃了，桃子哎。来，你一个，我一个。这不算偷的，那你看，我放了钱在上面的。很甜，吃吧吃吧。迟墨，你怎么了？迟墨，你醒醒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
说蒋国飞啊，这怎么回事？池氏集团的老板桃子过敏，所以我这个热心肠的路人就把他送过来了。放心，你垫付的医药费他会双倍给你报销的。池氏集团老板，你是说屋子里的人是池墨？对啊，有什么问题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池墨的消息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，不枉我半夜匆匆跑过来。我先去打个电话。退一下吧。这个人怎么几天不见，越来越神神叨叨？这世上竟然还有人对这么可爱的水果过敏。池墨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啊？此生被惩罚不能吃桃子。